嚇掂唔掂先？掂啊！好好聽啊！好好聽係嘛？好有味道係嘛？係啊！係咪令到大家諗翻起好多以前嘅劇？最緊要都係我演嘅，係嘛？以前咧，我實在演過劇實在太多。你有冇計我演過幾多劇？冇。二零天媽其中一個啦，創世紀係嘛？李條啦，有大唐文啦，好多啊，Mr. 啊，先生貴姓鄧炳權，實在。哇係，我知道㗎啦，因為我演嘅劇太多，同埋即係太多經典劇啊，係嘛？徐嘉娜你知唔知徐嘉娜係邊年嘅？96年。我聽到1996年嘅，1996年，哇嚇！1996年咪即係28年前喎，係嘛？你我都未出世啊！你未出世係嘛？你未出世係咪真㗎？有可能，絕對有可能啊！28年前啊，又貴節好多啊，演過太多劇啦。其實到目前為止咧，我演過嘅戲咧120幾部定30幾部，我唔係好記得。百幾部戲，百幾部咧，喂，百幾部唔係電影喎，係電視劇嚟喎。哇係！我都覺得好驚人啊！即係呢件事好似冇乜可能發生嘅，我覺得。即係超人撈家撈咗咁多年啊！真係好難喎！電視劇你睇有20集、30集、40集、50集，創世紀105集，係咪？咁啊，基本上我入 TV 嗰陣時咧，都真係冇停啊！大家都知嘅，冇停過先有咁多產量啊！我離開 TV 嗰陣時咧，我03年離開 TV，已經喺 TV 17年，17年我已經拍咗60幾個電視。我覺得係紀錄，因為其實我大部分電視劇都係做即係主角嚟㗎嘛，好彩咁主角嚇咩啊？幾時再拍啊？你睇邊個？咩話？我就係聽到你，我咩都聽唔到你講乜。總之好難得係嘛？即係好難發生嘅呢件事。你等陣先，我想飲啖水啊。咁咧，我買咗個好靚嘅壺啊。舒服晒講到邊啊？即係咁咯嚇。咁啊，拍咗好多劇啦。咁到目前為止，就我覺得包括喺國內咧，其實我都拍咗好多好嘅劇嚇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唔講呢啲啦，送俾大家呢首歌。呢首歌咧，其實我喺現場冇唱過嘅，其實從來都嚇。但係呢首係非常之優美、好正嘅一首歌，仲係火花。